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头家。今仔日是要叫我来教大家数圆仔呢？嘿，我是袂晓啦。不过我会使来教大家一个词：数圆仔汤。数圆仔汤汉字写作数圆仔汤，罗马字写作12圆啊汤汤。数第一条，圆第5条，啊第2条，汤第1条。烧圆仔、铺圆仔、食圆仔是咱一寡节日的民俗。不过伫台语的语词里，有一款圆仔是袂当食的，就是烧圆仔汤。烧圆仔汤的意思是咧讲，为着保免即位，也是报工程的时阵，摕利益去甲竞争的人对换，互因退出，通互家己减少竞争，安尼就叫做烧圆仔汤。伫台湾较常听到的烧圆仔汤有选举甲报工程，不过选举罢免法内底有规定，选举若烧圆仔汤爱红掠去关。这叫做烧圆仔汤条款。无啦，水果是我种的。烧圆仔汤拢是为着大利益，才会足侪人唔惊代志逼空、宏观、冒险咧请拼，有时甚至连命都无去，也是唔通安尼才好。人讲分袂平，拍甲29暝，意思是讲。咧分利益的时，安怎分，拢会有人感觉无公平。分到尾啊，甚至冤家相拍，冤袂煞，拍袂煞。谢谢。佮有一句俗语讲：选举无师傅，用钱买着有，是咧警惕台湾较早的选举现象。民众拢知影啥人咧买票，简单司法机关唔知。六烧圆仔汤，铺圆仔，逼空，车拼，分袂平，拍甲29暝，选举无师傅，用钱买着有。大家拢知影头家我做人脚踏实地，骨力拍拼，拄着竞争的时阵去甲人烧圆仔汤，我才无爱咧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